甲年將臨期12月17日，彌撒讀經分享。耶穌就是默西亞，即是君王。這是馬竇寫耶穌基督的福音書的主要信息。在耶穌的族譜中，亞巴郎是信德之父，他將獨生子依撒格祭獻，是耶穌基督為罪人而死的預像。凡信仰耶穌的人都成為天主的子女。耶穌是達味之子，他是天主預許的默西亞，他要作天國的君王。耶穌的族譜中包括男人和女人、選民和外邦人、罪人、富人和窮人，因為天主子來世上是為拯救一切迷失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耶穌基督就是天主預許的女人的後裔，他將踏碎古蛇魔鬼的頭顱，徹底勝過罪惡，賜給信他的人新生命，領他們進入天國，作他們的王。雅各伯預言，君王將出於猶大之後，達味是猶大家族，王權歸於他的後裔耶穌基督。馬竇寫從亞巴郎到達味共14代，從達味到流徙巴比倫共14代，從流徙巴比倫到耶穌基督共14代。首先是讓猶太的讀者容易記憶耶穌基督的族譜，其次14是達味的名字的數目 David 是希伯來文第4個字母，也是數字4，而 Vav 是第6個字母，數字是6。達味的名字即4加6加4，即14。這也是馬竇以14代來記述耶穌基督的族譜的其中一個含義。14也是7的2倍，也是意味着耶穌基督的降生帶來圓滿至極的恩典和祝福給世人。天父，你以至高者的智慧，又以大能和愛領導眾生，請派遣聖神來指示我們走明智的道路，在基督的真理中獲享永遠幸福的生命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阿們。